继续来看中华有一个因为毒品案去互关出狱的男子，甲爸爸讨钱讨无，竟然是放火烧厝。伫一个月内放火放3届，搁差一点烧过隔壁。搁毋是放火尔，搁举棍来讲老爸。即摆互警察抓起来，法院是裁定收押。厝边讲，大家拢心惊胆吓，即摆总算是会当暂时松一口气咯。 家厝火烧厝，火烧甲真美，消防队员到场赶紧撞水拍火。大早一暗时正，中华风苑这间三合院发生火灾，不过互消防队员积极的是，这已经是头一摆着火。17号大概是烧三合院的一个右护笼，那18号凌晨是烧那个正身的部分因为它发生的时间太接近了无法排除说有人为纵火的可能性警消拢怀疑这毋是单纯的火警，经过调查，原来住伫咧三合院内底，这个38岁无头路的陈先生，规工钱叫，甲因老爸讨无钱，就放火烧厝。跟家庭的财务纠纷，那其真正的原因还在调查中。警察调查出这个查甫人有毒品的前科，敢若防放出来无钱通开，伫咧1月26，甲爸爸讨钱讨无，就伫咧三合院放火。2月17，佮因为讨无钱，佮一摆放火烧厝。2月18，甚至摕棍喊老爸，佮一摆放火，毋过随后警察抓起来。2月19，隔顿刚发现就裁定羁押。 这对爸囝为着钱的代志，冤家烧两真济摆，厝边头尾拢惊这把火会去烧着因兜。爸囝拢干囝，拢去人摆出来啊，无通开。你家上啊变这样的啊，你安尼伤害厝边隔壁。你那早盘咧，唔知什么时间要爆炸。 加在警察经过监视器检压事情，真紧就抓着人，互附近的民众拢透一口气。陈先生嘛去调工放火罪，去上侦办。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